以前做演員拍電影嘅時候，都想自己有冇機會做導演，將一個想像中嘅畫面啊或者係故事拍出嚟。咁啊，幾年前同嘉玲嘅劉嘉玲小姐去咗甘肅嘅山區，去幫佢去探望啲小朋友，嗰度好缺水嘛，所以周圍都係黃土高原。咁啊，小朋友就傳咗啲首歌俾我聽。呢個係講一個海邊嘅故事嘅畫面嘅一個歌曲。外婆的澎湖灣就好多小朋友都未見過海，所以好感動，想將呢種感動咧拍出嚟，變成一套電影。咁即係無論係今次即係導演又係你啦，其實嘅故事咧都係源自你嘅手筆嘅，係咪咧？即係都係有你份嘅創作喺入面㗎。係啦，哇！咁好犀利喎，滿載晒你所有嘅心血喺入面。咁我知道咧，嗱，你個靈感就係嚟自呢一個山西嘅山區啦。女主角舒淇咧都話喺創作嘅時候帶咗好多靈感俾你，係咪咧？都影響咗你嘅創作。因為喺香港嘅時候，佢住喺我隔離嘅，所以有時候我都問下，如果你係戲入邊嘅女主角，你會咩？你有咩心情啊？因為我唔係好清楚女仔會點諗，所以咧佢同我講佢嘅感想，跟住我就寫低。仲有好多啲故事，佢見到係旅行嘅時候，我覺得好感動嘅，我都將呢啲故事寫入去歌劇度。明白，咁即係話無論喺呢一個電影入面咧，定還是呢個電影嘅背後咧，都已經有好多故事發生喺度，交織住又甜啦，又開心咁樣樣㗎啦，係咪咧？係啦，咁我哋就好期待呢一套電影咧，9月10號咧就會上畫㗎啦。嗱，其實咧台灣除咗你哋特登去到呢個澎湖嗰度取景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樣咧，台灣都好出名，我哋成日都會更加接觸到嘅就係珍珠奶茶啦。係啊，好多謝香港朋友咁中意我哋台灣好多啲美食啊，仲有時間好多香港朋友都去咗台灣玩。係啊，好似我琴日飛翻嚟嘅時候，成班飛機都係香港朋友。